出去走走吧。院长，你怎么坐在楼下？于西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不用担心我。都是我不好，我说了要保护你的，可是却让你遇到这么危险的事。如果当时你真的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他真的为我做了很多，但我却只会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才找他。院长。于西，每一次有困难的时候，都有你在，你会帮助我，保护我，就像当时在手术台上，你在我身边一样。院长，是你改变了我的人生，谢谢你。其实一直以来，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就像今天一样。于西，你真的很勇敢，也真的很善良。爱你每种色彩，每种姿态，甚至怕短暂的离散。爱你独特存在，就盛开，勾勒想象中的未来。在哪儿呢？是剧组。挂了。于西，我生日快乐，好好休息。那明天见。